伫在讲年纪。好，安尼我问你，今仔日我若甲阿公做伙，你敢会反应这么大？你袂，因为你就是无希望好好甲一个老查某做伙，你感觉会当找更较好的？你敢有想过，以后咱们来做伙，要来讲你姊妹还是我随身妇啊？你还我好玩的时阵，我要顾啥啊？我真正是想无的，全世界怎么哪里做事啊？你不是我，你也干不起，你是想挽回嘞？你真的走洋门呐？想走洋门呐？对，没有，你现在你现在你这样子老臭女孩啊！我老处女啦，我无参像你这搞啊！你啥都很困啊！哎，恁两个啊，莫遮囡仔想好无啦？拜托的啦！对不对啦？小露露，我是惊你甲伊避免，所以我才来哦。不管我啥物地带啊，我找代志嘛就无用的呢。你讲别人自尊，你嘛共款啊，够家己担当的尔。至少我无去做小三。所以恁两个情况安怎安尼想啊，对无？